现在我要跟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拜个晚年呐。今天刚好是元宵节，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习惯，这叫小过年嘛。所以师父借用这个因缘来跟各位大家拜个晚年，大家新年快乐，阿弥陀佛。今天跟各位报告的就是我们清朝顺治皇帝他的前世今生的一个公案。明朝末年嘛，有一位老僧呢，年纪很老迈的出家人，在峨眉山高峰上面，他解一个茅庵，他就在那边隐居。那么这位年纪老迈的出家人呢，终年都不下山，他也不吃饭，也不喝水，只是闭目打坐。有一个小和尚呢，就跟着他了，三不五时下山买米啊，做饭给自己吃。就这么样子呢，这一位年纪老迈的出家人打坐了10多年，这个徒弟也跟随了他10多年。有一天呐，这一位老出家人呢，忽然间他睁开眼睛了，就对他的徒弟说：“徒弟啊，我要走了，你好好待在这个地方，不要下山。”徒弟听到这句话，就牵着老师傅的衣服啊，大哭啊，不希望说师傅你离开了。老僧就安慰他说：“你不要悲伤，我们师徒还有见面的一天。”于是这个老师傅呢，从他的衣袖当中取出一幅画，上面画着一位老僧的形象。那个肖像上面呢，有眼睛，有耳朵，有嘴巴，鼻子都有，但是没有眉毛。这位老出家人呢，要他的徒弟啊珍藏他师父的肖像。他就说：“我告诉你啊，我走了以后，经过22年呐，你就下山去找我。你看见别人，你就拿出这个画给他看。如果有人呢，能够非常欢喜的帮你为这个肖像画上这个眉毛，那个人呐，就是我啊。”他交代完了以后，这位老出家人呢，就飘然而去啊。没有多久，张献忠就流窜到四川了，使这四川的人民百姓啊血流成河。这位老出家人的徒弟呢，就遵守了师父的吩咐，没有下山，所以他的性命得以保全。22年的期限到的时候呢，那徒弟就下山了。这个小和尚啊，辗转呢，吟游好多年哦，走遍天下，要寻找师父，却一直都没有找到啊。后来这一位徒弟呢，讨饭呢，就逃到了北京了。恰巧恭弘的顺治皇帝到郊外去狩猎，去打猎。小和尚不知道这是皇家的队伍啊，他只是单纯的牢记师父的嘱咐交代。于是他上前冒犯了皇帝了，请求顺治皇帝看这一幅画。这个侍卫在旁边呢，大惊失色啊，非常害怕，想逮捕这个老僧的徒弟。但是顺治皇帝呢，就被他制止了，要小和尚不妨打开画作来，我过目一下，我看看。小和尚打开这个画卷以后，顺治皇帝一看呢，很诧异的，他就说：“奇怪，这个肖像怎么没有画眉毛呢？”于是命令他的左右取这个砚台毛笔来。顺治皇帝就亲手为这个肖像添上了眉毛。这个老僧的徒弟这个时候啊，他早已泪已滂沱的跪倒在地上大喊呐：“师父，我可找到你了！”在众人面前呐，大家都愣住了，顺治皇帝也吃惊不小。于是小和尚就把这个老僧的交代原原本本的说那么一遍。顺治皇帝恍然大悟啊，原来自己的前世就是峨眉山的那位老出家人，怪不得顺治皇帝总有出家的念头冒出来呀。果然呢，他当皇帝没有几年呢，顺治皇帝就到南方去出家了。后来康熙皇帝曾经6次到江南去，目的就是要探访顺治皇帝的踪迹啊，但都没有如愿。顺治皇帝他在出家之后，他写了一个句子，他说啊：“天
下丛林幻世山，不与到处任金餐。黄金百亿非为贵，唯有袈裟披最难呢。正为大地山河主，忧国忧民事转凡呢。百年36000日，不期生且半日闲呢。各位，最后他真的发愿出家了。各位，你看，虽然当皇帝，但是他的念头里面一直渴望有一天能够现出家相，好好用功办道。你看，虽然是一个得正的高僧，他的正量已经非常高了，也知道说22年之后我会来这个人世间转世，而且我又转世的时候可以当皇帝。虽然如此了，他都知道，你看都知道，但是还是照样生老病死，每天呢心情烦躁，不得清闲。所以我们就了解他没有念佛啊。这一位老出家人没有发愿到西方，如果他有念佛，再加上他的愿力，一心要投靠阿弥陀佛，他的生死就了断了，然后他的成就必定未来就是一尊佛。所以你看，一个观念，虽然你禅修功夫很了得，但是你没有把生死给做一个彻底的解决。所以你看，虽然当皇帝看起来很尊贵，但是一样的苦恼无穷，还是受到生死的束缚。所以我们就了解，这个不是就近的办法。虽然他了解哦，22年之后我可以当皇帝哦，但是又能怎样呢？照样的生死轮回，六道的苦海当中奔波啊，流转了。我们就了解到，这个并不是修行的最终目的。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念佛，发愿西方。阿弥陀佛就很明白的提醒我们末法的众生，只要你一旦到了西方，必定成就，绝对成佛，不需要再受生受死六道轮回了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利用这样的机会因缘，来向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报告，什么才是最安稳的，什么才是最可靠的，什么才是对你最有利的。你就是要老实的念佛，老实的做人，老实的说话，老实的修行。我们不要再想其他花样，我们一心的念佛，我们来成就自己的道业。以后一发开见佛，立即当下你就成就你的佛果了，佛的果报。那时候我们替你深深的祝福。我们今天利用这一章来跟各位大家报告，大家交流，提供我们修行的方向给各位大家参考。南无阿弥陀佛。